另外国内消息，咱要来关心的是台大病院企业工会表示讲，有护理师来投诉，这台大儿童病院无经过同意，就用训练来做理由，甲降存率较低的这个新生儿科的护理师调去别个单位来支援。即马病院是表示讲，因为少子化，所以新生儿科的病床有减少，才会调人来互相支援，会搁甲员工来沟通。国内欠护理能力无解决，即马更加传出国内病院头九台大病院和护理师投诉，病院单方面要求占床率较低的新生儿科护理师到其他单位支援。累计今年8月以来，都达到100多工，控诉医方将护理师当作万能的工具人，临时为源头将所欠的能力补齐。其他单位的病童对我来说是比较少碰到的经验，甚至是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，我们没办法能够提供完整的照护。台大病院企业工会甲新生儿护理师共同发表声明指出，台大儿童病院顶日发布交叉训练公告，毋但对实际训练内容一日拢无讲到，佮一摆训练周期达到16礼拜，根本已经轮做无限期之关。批评院方无顾欠能力的核心问题，只是加训练一名心不动调动之实。在不违反劳动契约的情形之下，它要符合劳基法第10条之一的一个调动原则。院方还是跟工会还有护理师可以好好的沟通，那可以减少劳资争议啊。对此，台大病院发声明强调，这摆交叉训练是中等度甲新生儿家护，也是上下游单位的训练，毋望增加对新生儿同情照顾的能力。院方会阁甲单位同仁继续沟通讨论。记者综合报道。